隨住越嚟越多家庭北上養老，除咗探親之外，有唔少觀眾朋友都會問，院舍周邊到底有啲咩好玩好食嘅呢？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睇下呢一間位於珠海首間香港政府認可嘅安老院和源頤養中心，仲同你規劃2日1夜嘅探親之旅，喺探望長輩之餘，仲可以享受周邊嘅吃喝玩樂。珠海和源頤養中心位於香洲區翠前南路99號，地理位置優越。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乘坐金巴到珠海口岸只需要短短40分鐘，抵達之後再轉搭大約20分鐘嘅的士就可以到達院舍，車費大約人民幣30蚊。成個過程最快只需要1個鐘，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真係好方便。嚟到珠海，我哋首先介紹一下院舍。和源頤養中心建築面積超過82萬平方尺，2024年啟用，一共提供1200個床位。呢度唔單止係一間安老院，院舍入邊仲有一間2級醫院診所，提供內科、外科、康復科、牙科、中醫等等嘅醫療服務，係香港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之一。呢間雙人套房入邊有雪櫃、飲水機、露台、獨立洗手間、無障礙淋浴室、扶手設備等等，面積至少380平方尺，提供足夠嘅休息空間。如果想住得再好啲，可以將2間房打通，變成一間700尺嘅1房1廳大單位。院舍入邊仲有豪華嘅娛樂設施，包括恆溫泳池、卡拉 OK、圖書館、電影院、門球場、台球室、瑜伽室、音樂室、空中花園、麻雀房、理髮室、美甲室等等嘅設施，應有盡有，簡直係退休天堂。仲特別為港澳嘅長者設有港澳專區，大家語言相同就可以生活得更自在。難得嚟到珠海探親完，唔使急住走，同我哋一齊嚟睇下，其實院舍周邊都有好多好玩好食嘅地方。今次我哋就揀咗一間距離院舍大約10分鐘車程嘅4星級酒店，方便探親過夜嘅家屬。擺低咗行李之後，就可以去隔離環宇城商場。呢度係珠海唯一一個擁有河邊景色嘅商場，有唔同菜式餐廳、商店、兒童玩樂天地。探親之餘都可以順便一家大細放鬆一下。呢度係商場其中一間 cafe。嚟到第2日，早餐直接喺酒店解決。呢個自助早餐選擇真係好豐富，有中式、西式、生果糕點，應有盡有，味道都相當唔錯。不過記得要早啲落嚟食，因為太受歡迎，太晏好多嘢食都冇晒啦。喺酒店 check out 之後，馬上轉戰下一個目的地，另一個大型商場華發商都。商場係以自然光同埋半戶外式嘅設計，左右兩邊都有餐飲同埋購物商場。我哋特別推薦呢間珠海灣1號公館，仲係米其林指南餐廳名單之一。佢哋每個菜式都份量十足，味道清淡。如果大家嚟呢一區玩，呢間酒樓絕對值得試一試。食飽飽之後，玩完2日1夜，相信大家對和源頤養中心周邊嘅配套同埋環境都有深入嘅了解。其實北上探親都可以好輕鬆又精彩。如果你對珠海和源頤養中心有興趣，或者有意透過廣東院舍計劃入住嘅長者，可以同社署社工提出申請，接受身體機能同埋照顧需要嘅評估之後，無需輪候就可以安排入住。想知道更多詳情，立即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了解申請入住流程。如果你鍾意呢段片，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進優生活。